立委选举今仔日抽口啊，高雄哪里个阵营拢展现团结的气势。民进党是画出这8色要全部退的口号，也坦白讲，目前上竞争的就是左南地区。市长陈其迈表示讲，接落来重点辅选的区域就是左南地区。也那这个国民党，伊是认为讲有机会来并盘，可能会当5-5对半分。 民进党高雄8色立委候选人排一排，甲支持者做伙画口号，请假来辅选的市长陈其迈担任高雄队的队长，画出有信心8色会当拢调。但是其中2色毋是现任立委来争取，而左南区嘛面临着选民结构的考验。未来辅选的重点就伫个激战区左南区。我们需要在中央，也包括在国会都能够有稳定的多数来持续的支持高雄的建设。那我想，我作为一个 高雄市长对于高雄的建设是我最关心的，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中央跟国会里面都有非常稳健支持的力量。国民党，国会过半。2020年，民进党高雄摕到8色的区域立委，经过4档的努力，还有基层的经营，国民党这届化话会当赢，有可能是2位到3位，甚至乐观看待，已经有4个选区接近着一半，后势看好，选情是大有可为。选区通通是在误差范围内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做1望2抢3，拿下4席，甚至于我们8席全部都拿下来。 我想国民党在立法院、国会过半，我们未来的施政才能够稳定。离投票日无到1个月，20号上午是立委候选人投号处，全市29个人登记，1个人无符合资格，有28个人参选。台顶是各自讲着甲家己号处有关的吉祥话，台卡则是按各自努力，摕着新出炉的号处开始争取着认同。记者王丽婷、赵宽个报道。